咱的青年，这里水的时光，这个来喝水。各位这平安。平安。即摆天气变化足大哦，身体要照顾好势。我知影有侪侪人已经感冒在扫。咱的身体是上帝的圣殿，咱大家好好保守。我来讲这个话，假是无啥适合。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之前别忘感谢，我哋当自己伫你面头前，亲近你维护，有你的圣心帮助，互我哋当明白，我会当行会出来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若无安尼，在疫情反正若无安尼吼，好学本华语的圣经吼，用一个哇，让人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讲法叫做“急或不然”吼。我第一个看到“急或不然”就是哇，就深深被他吸引。啥物叫做“急或不然”的上帝吼？若无安尼的上帝。今日咱已经进入但以理书吼第3章，其实头前爱甲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交代吼。咱知影以色列国对所罗门王以后分裂做北以色列甲南犹大。北以色列就是去互亚述帝国灭亡的吼，伫主前差不多700几当吼。南犹大咧，哪一国灭掉南犹大？有印象无？就是给这个红啦吼，巴比伦帝国吼，伊灭掉了南犹大，伫差不多主前586吼。那个 BC 什么意思啊？那个 BC 什么意思？Before Christ 哦 ，BC 哦，主前哦，西元主后嘞，怎写？AB 吗？After Christ，AC After Christ 是怎写？AD 嘛，有印象无？AD 吼 ，AD 是拉丁文的简写哦，是安诺多米尼吼，安诺多米尼就是主的意思，主的意思嘛，安诺就是年的意思，就是主的年代吼。好，主前586吼，那是巴比伦灭掉南犹大吼。咱今日这个王吼，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帝国这个王吼。来，波斯帝国又灭掉什么？巴比伦。波斯帝国是哪一个帝国？有印象无？比方那个300壮士哦，斯巴达那个哦，那个就波斯帝国要去打他们哦。波斯帝国很强，不过也年代不太久哦。接下来就被什么灭掉了？马其顿帝国就是希腊哦，希腊的联邦把它灭掉了哦。希腊上有名上强迄个王叫什么？死的时阵，伊的手为交代讲，伊的手内为伊的棺材伸出来。啥？亚历山大哦，你拢知影这哦，很年轻就去世了哦。想要写到这哦，因为亚历山大伊死了后，那个马其顿帝国就分裂吼，伊的手下分裂，经过背景的大战役哦，分裂成3个帝国吼。甲巴勒斯坦较有关系，迄个就是叙利亚吼，迄个是西流基帝国吼。到后来巴勒斯坦较有关系吼。即马那个叙利亚迄个帝国了，就是罗马帝国。中国因犹太人家己的马加比运动哦，因家己有一个王朝出来哦，所以安尼
罗马帝国的加冕新约啊，所以咱看，咱知影差不多是安尼落来吼，就接到新约去了。啊，今日这个王，尼波加尼撒是二世吼，第二世吼，他是新巴比伦帝国来的上强的一个，可能要按一下吼，最强的一个王吼，最强盛的一个君王，啊，在位也很久，不过他以后吼，再过几十年，这个帝国就被灭掉了。啊，我想到现在新巴比伦，因为有一个旧的巴比伦是在那个亚述帝国之前被亚述灭掉的哦。新巴比伦帝国最强盛的君王哦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这个王哦，不只是政治军事盖强哦，伊建筑嘛盖强哦，伊任内哦盖了很多，比如什么空中花园啊，什么哦，拢做有名哦。所以今日讲到经文讲了一个金像，哦，伊起一个足大的偶像，哦，伊的王。已经无法确定是伊家己还是一个神像吼。伊讲宽60丈，宽60丈吼，一丈是偌济啊？一肘1.5英尺，英寸，像不对？英尺没错，1.5英尺吼。若算起来吼，差不多就是宽18公尺，宽18吼。这个最奇怪，一般是人像哦，它的比例应该是宽跟宽应该是1:5就很正常。你去想象一下哦，宽是这样子，长是这样子哦，1:5。它是多少？它1比多少？1比10哦。如果人像做成1比10，是不是变成很瘦很长哦？这是太奇怪。所以可能有人在讲，可能不是迄个人像，可能是徛在一个台顶面，哦，站在一个台子上面，所以才有可能是1比10哦。不管怎么样，伊起好这个上了有一个规定，全国的人哦，所有伊管辖的所在的人，那听到奏乐，哦，听到怎讲，咱的书会里头念的吼，这些乐器的奏乐，那听到就爱随时安那。爱拍摆哦，拍落敬拜这个像哦，这个金像哦，若无的人要哪？丢在火里哦。所以咱知影罗马帝国很多死刑哦，最残忍的死刑，罗马帝国最残忍的死刑，什么死刑？叫压缩肚掉，会啥？电死一个对无吼？伊巴比伦哦，的死刑最通常的就是丢到火里面哦，烧死哦。伊就规定讲，好，若无拍败的吼，就爱单位会来吼。头前来佫讲的就是讲《但以理书》第2章的时阵，第一章、第2章的时阵讲到讲吼，这个波斯帝国伊对逐所在拢召集吼掠一寡少年人、青年人吼去训练，吼要服侍因的王吼，替用做代志，因就慢慢训练吼，为犹大帝来死的吼，一个是但以理吼，但以理甲这3个朋友，甲伊这3个朋友，这3个吼，4个人吼，即马但以理进前第2章有甲迄个这个王吼解梦，有没有印象？解梦了，但以理叫这个王真做上大的一个总督吼，伊的3个朋友，甲你的主角吼，沙德拉、米沙甲亚伯尼哥吼，这3个人嘛是管理巴比伦的省的事务吼，因的人就掠着把柄嘛，伊讲这3个犹太人啊无拍败，不拜你的像，过因这犹太人应该注重。因10条诫第1条诫啥物话？除了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袂使有别个上帝。第2条咧，
袂使为家己要求偶像吼，所以绝对袂拜偶像吼，绝对袂拜别个上帝、别个神吼，所以叫用抓着把柄啦吼，所以人家告他吼，抓到把柄。啊，即摆即个王就甲这三个叫来，讲啥？恁若拍败我做个上，哦，你伫哪会当继续去存活？啊，若无咧，哦，要甲你下伫迄个炎这个火内面吼。好，王讲了，哦，王搁讲一句话，介重要一句话，有啥物上帝吼？有什么神会当救你脱离我的手吼？这句话伫旧约外邦的王吼，定定讲，哦，伫摩西咧甲埃及法老王咧要求讲，伊要带以色列人离开，迄个法老嘛是安尼讲，耶和华是啥？耶和华是一嘴啊，这个王捌伊，哦，我毋捌，哦，伊靠法度会当甲我的百姓吼，以色列人带出我的手掌心吼，所有的王拢安尼吼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各位兄弟。你敢有想象你做王的时阵是安怎？你当王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当王啊？没有。你在家里是不是王？你是不是王啊？你家把一切的管理、钱财、资源的时阵，你会变成什么款的？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这超贵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咱虽然拢无做过王哦，啊，毋过我有即款的经验过呢，啊，毋是做王啦吼。我少年时阵哦，做记者，哦，报社的记者哦，记者大不大？你看台湾记者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无冕王呢，而且王呢，哦，伊是毋是啥物王啊？就是流氓而已啦。叫做啥物？那文化流氓，你嘛吼，咱西洋记者拢知影吼。我就是一间这谁报社里面这文字记者吼，那个叫《大明报》，反清复明的《大明报》。其实这世间的啦，啊，毋过我若甲人讲我《大明报》，这奇怪，大家拢去想伊《大晨报》，你看有一个较大的报纸叫《大晨报》吼。有一摆吼，我伫咱的台北火车站，新起好迄个台北火车站吼，咧买票吼。哦，我排这长的啊，还排1、2人排这长，其他的窗口拢哪，拢关起来哦，刚刚开一个窗口啊，排这长的，哦，大家拢在排，啊，即马排到已经我已经咱看到头前的迄个窗口啊，我就看到迄个人吼，好足恶一个，咧卖票迄个人，坐伫内面吼，翘骹吼，啊伊甲钱吼。票甲钱拢用等，知影意思无？哦，即摆伊用票拆好吼，就丢出窗口安尼吼，钱甲银仔啊，票甲银仔拢用等，吼，足歹。啊，我看内面都有人啊，介济遐台铁的人伫遐咧泡茶、看报纸、开讲吼，啊，敢若派一个人一个窗口，啊，规个人啊排队，即摆排到我头前一个。我妈上吼，伊个老阿婆吼，伊嘛是用等的，啊银仔总搭伫涂骹，吼，啊从迄个我妈上来按咧扣，拢无人敢讲话吼，一声一条我了，我若讲我拢无讲话吼，我一只手拢伸去抓他的那个领子吼，要甲揪出来，有歹无？没有抓稳就脱去吼，脱掉，他就站起来，你干什么吼？被搞到没吼？我就把我的记者证哦抽出来，叫你们站长出来，叫台北火车站的站长出来哦。看到记者证，马上叫站长出来，我就徛一下台去训话。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，你只开一个窗口？啊，你们的窗口的这个职员，伊拢用啊啦，用等的吼，你怎么这样对待不好啊？骂吼，马上啊啦，所有的窗口都怎么样？开了哈，啊，议价有多少？他也不晓得我是什么
么报社啊，其实我只是一个小报社的记者。哎，你掌握权力的时候，你也讲最安嘛？哦，安尼吼，你用唔惊，你知无？哎，你我即摆会惊你袂？会袂？会哦，无啦，即摆年岁较大，迄阵是20几岁尔。而我现在发现哦，现在窗口已经没有动了呢。因为卖票的窗口有洞对无？一个山洞安尼，基本拢安尼知无？基本平对无？然后凹下去了嘛？哦，应该是因为怕我这种哦，春秋那个。好，我要讲诶，尼布甲尼撒王有臭味无？有啥物上帝会当救恁遮人脱离我的手？哦，这3个人哦，这3个人安怎回答？你讲哦，这件事我唔免回答你，这个回答得很妙哦，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是啥物事？其实是包括哦，包括我无爱甲恁拜，我无爱拜这件事，啊，搁有你还都问迄句，倒一句？有啥物上帝会当救恁脱离我的手哦？这我唔免甲你回答。意思是讲啦，伊讲，若是安尼，即便如此，我的上帝会救我，啊，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救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个翻译真的怪怪的哦，安哥也，你看伊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哦。那要讲较前侧的意思是讲，我唔免回答你，回答你是安怎，我爱甲你拜，啊，我嘛唔免回答你，我若无甲你拜吼。你要甲我小事，有倒一个上帝会甲我救？哦，这个代志我唔免甲你回答。啊，毋过吼，即便如此，虽然我不用回答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阮的上帝有这个气力会当救我，能哦，我的上帝会当救我。啊，伊嘛样啦，他也会救我们。你爱做小心去看伊讲的顺序吼。这3人讲，我的上帝有这个能力救我，啊，伊嘛啦，我相信伊嘛会救我，他们也会救我们。各位兄弟，咱有气力通做的代志，咱就一定会做吗？对不对？能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吗？不一定啊。袂使较济，咱会考虑介济环境无共款的情况，对无？咱有能力做，无一定会去做吼。不过伊相信伊的上帝有这个气力无？有，会救的，会。啊，不过话讲无了哦，伊讲，若无安尼，即或不然，意思是讲。这个上帝有这个气力救我相信伊嘛要救我。啊，毋过伊若啦，先生来好，伊若无救，我永远袂拜你这个金像，吼，袂拜吼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若无救，上帝这个上帝有气力通救。往后好了，往后。这个上帝有气力通救，我相信伊嘛会救。啊，毋过伊可能啊啦，袂救。这3个人在面对生命死亡的威胁的下面，伊甲因的信用表达得足清楚，就是讲我的上帝的确有这个气力救我脱离。这个死亡，我认为这个上帝嘛会救，啊，不过伊现在有一个空间留在那里，上帝其实可能啊啦，不会救，啊，不过就说讲伊无爱救，我嘛有缘相信这个上帝。各位兄弟，这3个少年人吼，按下去吼。伊的意思就介简单吼，来讲就是讲，若代志的结果无照我所想，我又安怎？
相信上帝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咱所有基督徒、所有属地上帝的人，就爱去把握清楚的一个观念。哦，这是基督教甲其他信仰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清楚人是有限，这个上帝是无限。常常咱咧想的代志，检采是理所当然，检采是照理来讲应该会安尼发生。啊，毋过上帝无拄好，会照咱的想法去行做，去完成伊的计划。所以，相信上帝是一件我讲的无奈佮可怕的代志。啊，是安怎无算你讲？各位兄弟，你有好朋友无？我讲的好朋友是知己款的。迄个知己的意思就是讲，你会当甲你的性命啦，藏伫伊的手内面的。你有即款的朋友无？各位兄弟？哦，真的有吗？你敢有即款的朋友讲，你会当甲你的性命藏伫伊的手中，所以你有相信你的朋友无？各位兄弟？有无？你对你的朋友有没有信心啦？这种知己的朋友有没有信心？有啊，比较起来吼，你要相信你的知己好朋友，是比相信上帝较容易的一件代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的知己，你有了解无？你了不了解你的知己啊？你也无了解是咩样做知己？所以你了解伊全部嘛，对无？连伊巴肚内面迄面汤在想啥，你拢知影，对无？哦，你了解你的朋友，所以你会当相信你的朋友，完全相信。各位兄弟，你有了解上帝无？你有法度完全了解上帝无？无呢，所以上帝有可能甲你变空呢。上帝有可能。伊对你的计划是完全你无法度所想象的，是完全你无法度理解的。我应该举一个例，就是讲，啊，我若为眠床吼挂落来吼，我的好朋友会去甲我扶你无？会袂？会不会？你的好朋友会不会扶你一把？会。上帝会袂？啊，会袂啦？你也不要说不会啊，不一定啦。哦，不一定啦。哦，上帝伊有更较悬、更较悬的看法，哦，更较超过咱人会当想象的计划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的所行所为是超乎咱所求所想。迄是讲好的方面，对无？哦，咱想袂到的好，想袂到的一寡好代志，是上帝所替咱安排的吼，是超过咱所想所思考的。这是好的部分呢，啊，若歹的部分呢，会发生伫咱生命中歹的部分，是毋是同款嘛会超乎咱的所求所想？这就是上帝。那这三个少年人，因伫面对死亡的危险的时阵，因解清楚，伊讲：阮所信的上帝，绝对有气力会当救阮，啊嘛绝对，阮认为伊会救阮。啊，毋过事实上，因阁留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讲，这个上帝可能会出手救阮。后来这个故事落去，当然上帝有救伊嘛吼。咱若睇落咱知影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信仰放伫遐。因为若照咱一般的想法，这个上帝若有一个可能性无爱救咱的时阵吼，咱上好换一个上帝，是不是？咱换一个有气力救咱，啊嘛绝对会救咱，啊无迄个可能袂出来救咱的，这个好信无？要信这个较好吧？是不是啊？毋过恭喜各位兄弟，恁所信的上帝，是迄个有可能无救恁的上帝，是迄个有可能甲你等伫迄个死因幽谷的迄个上帝。
啊，毋过无论即个上帝安怎对待咱对伊要有信心，因为咱知影，即个上帝伊是关过咱的上帝，关过咱的思考，关过咱所有的理解。咱绝对毋通甲咱的上帝当作伊是会照咱意思去行的上帝，咱绝对得相信。是的，好多讲到朋友，有一届的经验吼，我因为读那个是私立的初中，我若放学吼，拢常常会去哦边仔的公立的国中的学生啊勒索吼、欺负吼，所以我拢得照这地，放学就跑快一点，跑回家，不然就要被勒索。有一届吼，4、5个朋友行做伙要过马路，因要穿越马路，那个是那个仁爱路吼，中弄球啊迄种，因要穿越，啊我拢较戆吼，我说我去走斑马线，我就绕踅一里去行红绿灯。等我行到的时阵哦，因已经向围起来，他们就被围起来，然后就被10几个人围起来打哦。啊，我要怎？各位同学，我要怎么办？我们是朋友呢，要怎么办呢？啊？好多不是跟我弄这个照，我们都跑很快啊。啊，怎么办？朋友已经被围起来，要被打怎么办？我都跟我公公哦，我就跑进去，就跟他们说不要打，不要打哦。啊，那不要打会怎么样？就被打哦。那个是我第一次哦，生命第一次感觉说昏掉啊，哦，给我们怕这种昏体哦。啊，不过很快又醒过来哦。啊，很多人都跑掉了哦，其他跑掉，还有一个没有跑掉。好，一个我最好的朋友，也不是算最好，就是班上的同学，无走去哦，伊无走无去，去用围在拍。啊，我刚刚已经被打了，我就选择呵，我来照。我相信我要跑之前，我有看到他的眼神，你知道不？那种被背叛的眼神，你知道不？好，我跑去哪里？跑去救命啊！吼，跑去画救命啊！吼，他不晓得啊，他在那边被打哦，跑去画救命啊！我还遇到一些那个电视的明星哦。我记得很清楚哦，我跟他求救，然后他假装没有听到，就怎么样，就走了哦。后来我跑进去一家那个餐厅，那个卖烧腊店的餐厅，好咯，我的同学去互拍吼，要安怎吼？迄个拢太多出来，谁？伊拢撞出来吼，头家牛去打电话给警察叫吼，然后就警车过了一会就来了吼，然后就把我朋友救出来。所以他这，我在讲什么意思？等我绕跑去求救的时阵，我的朋友有相信我无？他心里面在想说：可恶，全部怎么样？全部跑了。啊，不过事实上我去干嘛？我是求救兵。我如果再跑去跟他打一样，还是2个被打而已，对无吼？刚才要讲的就是，有当时啊，上帝无伫你上需要的时阵，安那出手呢？你会感觉这个上帝背叛你，对不对？你会感觉这个上帝完全弃杀你，你有这个感觉袂无？各位兄弟，有无？伫这款互弃杀、互背叛的心情，各位兄弟，你犹原爱相信你的上帝。亲像这3个少年人，因讲，即或不然，我还是不拜你所造的金像，当心来弥勒。各位兄弟，咱第一。